青山公路今晚發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，一輛接載約30名旅客嘅旅遊巴，司機突然喺駕駛途中昏迷，旅遊巴失控左搖右擺，情況危險。幸好旅行團領隊即時上前協助剎車，最終車輛停下。不過司機送院後證實不治。6月30日晚上9點34分，警方接報指旅遊巴沿青山公路汀九段行駛，途至近水灣泳灘對開時，司機懷疑暈倒，旅遊巴隨即失控。救護員到場後發現司機失去意識，立即急救並送往仁濟醫院搶救。據悉，車上另有一男一女乘客感到不適，警方正調查意外成因。現場消息指，司機年約60歲，姓李，當時正接載旅行團返回酒店。旅遊巴沿青山公路往深井方向行駛，期間突然失控，領隊見司機暈倒，立即剎停車，令車輛停下。旅遊巴車身兩側均有損毀，估計失控行駛咗一段距離。警方正深入調查事件。